心啦吧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二德班19號嘅黃雨希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道地道嘅香港美食，就係牛腩麵啦。你唔好睇小好簡單嘅牛腩麵啊，其實佢一啲都唔簡單㗎，佢承載着香港100年嘅歷史同埋文化。最初牛腩麵係香港碼頭工人嘅日常餐食，因為佢價格實惠又飽肚。後來經過不斷改良，時至今日，牛腩麵終於成為了香港人引以為傲嘅特色美食。軟糯入味嘅牛腩，筋道嘅麵條，鮮甜可口嘅牛骨湯，哇！真係好好味㗎！如果你嚟到香港，你一定要去品嚐一下呢碗香港風情嘅牛腩麵，感受一下我哋呢個城市嘅溫暖。我相信你一定都會愛上佢嘅。多謝大家，快來呀！快來嘗嘗這個！哇塞！